咁真係冇辦法啦，要離婚啦，究竟係點樣做呢？我會盡量簡化同大家講一講。嗱，法律就係你受唔受理呢一個申請啊嘛。譬如兩個外籍人士係喺加拿大註冊結婚，旅行嚟到香港話要辦一個離婚手續，咁係唔得㗎喎。調翻轉呢個加拿大丈夫原來已經嚟香港做嘢做咗好多年，佢長期喺香港居住，所以同太太感情淡咗，咁係會受理嘅喎。咁我哋要因應某一個情況，乜嘢嘅事實根據，睇下香港法院會唔會受理啦。有中港婚姻啦，自然有機會先生長期喺香港，太太長期喺內地，又會導致婚姻破裂啦。咁因為香港嘅先生如果有身份證，就算個婚姻係喺內地註冊，都會受理嘅。只要佢同香港有緊密嘅聯繫，嗱，呢一方面律師第一輪呢就會睇一睇呢一個情況。好啦，當法院會受理呢，就要出呢個呈請書啦，亦都會問你有冇機會調解啊。如果調解唔成功嘅，我會出埋就係一份證明書咧，律師嘅證明係冇辦法冇得調解啦。咁然後咧就會將呢一份呈請書入稟法院啦，跟住派到去呢個答辯人手上。答辯人收到嘅時候咧，佢有份認收書同埋一份答辯書啊嘛，就表示對呢一次嘅申請佢有冇意見。例如分居1年，雙方同意，咁你都要答同意。超過咗2年冇得同唔同意，承認分居咗2年 OK 離婚。但係如果你唔同意，我冇做過行為不合理，我冇通姦，我冇遺棄佢，咁點啊？咁就變成打官司啦。嗱，打官司咧，你要入答辯書咯，咁然後就開庭啦，最後睇下法庭點判，究竟呢個婚姻係唔係破裂無可挽救咯？其實喺香港嘅離婚率都幾高嘅，就係大家喺未去揾律師之前，其實都已經傾好咗，唔單止傾好咗離婚，仲傾埋仔女嘅安排啦，仲傾埋家庭嘅財產點分配啦，贍養費每個月幾多錢啦，幾時俾啦，等等等等。咁律師咧就一定會跟住客嘅意願，除非法庭認為哇，你每個月揾咁多錢，要埋仔女嘅撫養權，加埋你唔夠㗎喎。咁你個子女安排就會出問題㗎咯喎，唔係話你哋兩個有冇所謂嘅，咁唔得㗎。咁你一定要滿足咗法庭認為對子女係一個最合理嘅安排，你最後先至會攞到最終嘅離婚令。由暫准離婚令去到最終離婚令呢，如果有財產分配同子女嘅管養權嘅問題、探視權嘅問題，法庭係要處理好呢2樣問題，然後先至俾你最終嘅離婚書。咁你清唔清楚？